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，睇豆子好運不停止啊，更新啦！哇，呢份牌靚喎，似只入只碰隻叫糊喎，上家迷迷糊咁，佢執咗對家打出嚟嗰隻6萬，我反應過嚟啦，我話乜牌唔啱數嘅，搞到我都亂埋。咁就降爆咗我明明咁靚牌，仲要俾降爆，唉，包知我啦，包打，慘啊！好啦，第二盤8索係鬼，摸到隻鬼，依家份牌慢慢有起色啦。等黐牌，一砍2索，入個牌啦。等我叫返個糊仔。OK， 叫糊。兩個鬼叫3飛啊，得人驚啊！我記得冇錯啊，我啱先打咗5索。OK， 拖牌，我要拖索子啊！我覺得索子冇人要。OK， 拖牌摸第二道字摸，開馬。第3盤9索係鬼，呢份牌起手牌一般啦。好多對子喎。上家碰得好啊！依家我又碰過入個叫糊。邊7萬唔係好理想啊，所以唔要。碰嚟叫糊，對碰4同6同。有冇機會摸鬼字摸啊？呢份牌我嘅諗法就係摸隻9索字摸算啦。
4筒碰咗嚟跑2-5索啦，因為感覺對碰冇咁好摸啊，係時候應該要動下啲張啦。呃咗對家隻鬼，剛剛好啊，碰得開碼，下期見。